大家闻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顶礼拜有新闻讲到，台中高铁开放机车骑士会当骑上路桥，也毋过因为栏杆伤过低，引起安全疑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栏杆的栏，读栏栏第5条。读栏这是读文音，白音读做栏，意思就是讲动物出入的篱笆。也是讲，那亲像是这款的篱笆有阻挡功能的围篱啊，像咱讲牛栏、猪栏、鸡栏。另外，佫用竹啊、柴枯或者是铁啊边的栅栏，咱讲是栏杆。也佫有写标价，咱讲是栏位。搭合大家无共意见，或大家拢会当接受的方案，咱讲掠中和，嘛有人讲是处中栏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栏位，代表是标价内底记录每一笔资料的所在。第2个词读做栅栏，这是目屎的屎。栅栏意思就是用铁啊或者是竹啊、柴枯所做有阻挡功能的篱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巡逻人员巡查时，发现农场有栅栏断去，需要修理，赶紧伫咧栏位写落来，交予管理人员来处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栏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栏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